来继续来看政府，若咧宣传着健保卡，或者是身份证，宣传的建本拢是用这组 A724567891条龙的号码。真正有一个乡亲，伊的身份证就是这组的号码哦，伊就是新北市63岁谢条金先生。这组的号码是好记阁好念，伊早年在使用的时阵是真摇摆，但是自从进入到网络时代了后，就拢变款咯。不时就有人用这组的号码到网络顶去诈欺、订黄牛票，用假身份来登录小号，所以这个谢条金的都莫名其妙一直接到法院的传单，非常的困扰。我的身份证字号是 A123456789。摕这身份证证明讲伊讲的有影，63岁谢条金，因为特殊的号码，大家拢叫伊一条龙先生。黄金号码好念阁好记，也毋过嘛一直收到法院的传单。大家都订不到票，用这个去试啦。怎么订一个人怎么订那么多票，怎么都没有来领？我伫一个月内接到5张为着文书案件传票，毋是网络诈欺，就是订票黄牛，上济是假身份登录小号，致使信用破产，手机门号嘛无法度办。我很多资料要改啊，要改很麻烦，没有那时间。你只要没有改到，他通知你。又要去改，很麻烦啊！干脆就用到底了。他可以到户政事务所来申请统号的一个变更，户政事务所的话就会以跨机关通报给相关的一个机关。为一开始被当作是惯犯，到后来各单位拢知影讲伊是职业的受害者，伊嘛捌变成多漏水大户，也是名下雄增加大笔的所得甲房地产，变成过路财神。加在最近几年来，这款状况已经有减少，为生活有较平静啊。